好，各位朋友你好。嗱，今日咧喺英國咧就係英皇錦標賽馬日，我咧就嚟咗皇家雅士谷馬場啦。嗱，今日咧除咗我自己嚟之外咧，我仲帶咗好多香港朋友過嚟啊。嗱，一陣間咧就可以帶你哋入去睇下今日咧英皇錦標賽馬日咧，其實咧就係英國馬同日本馬嘅決鬥日，睇下邊個會贏啊！嗱，喺皇家雅士谷馬場咧，除咗跑馬之外咧，有其他活動啦。嗱，大家會見到啦。嗱，呢度咧係會有馬咧係俾你一齊影相啦，同埋咧同隻馬咧喺度咧玩下㗎。嗱，今日英皇錦標咧個杯咧就喺呢度啦。嗱，今日嘅英皇錦標咧就係英國同日本嘅決鬥嚇。嗱，英國嚟講咧，今日咧好大機會咧就應該係會贏嘅嚇。咁但係咧喺現場咧，我哋見到咧好多日本人咧都過咗嚟啊。咁啊睇下究竟日本贏啦，因為英國贏啦嚇。好啦，嗱，現場所見咧，格倫島咧狀態就唔錯噶啦。嗱，另外見到咧蒙面舞會咧狀態咧就似乎緊張好多啦。嗱，蒙面舞會就係咧日本派過嚟嘅馬啦。嗱，最後咧就由英國冠軍黐馬錦標冠軍馬幻夢日上咧就贏咗今屆嘅英皇錦標。跑第二咧就係格倫島，亦都係上屆嘅英國冠軍馬嚟㗎。咁所以咧兩隻英國馬咧就贏咗日本馬喎。所以咧日本嘅馬好啦，嗱，幻夢日上咧就贏咗今屆嘅英皇錦標啦。簡國能好厲害啊 ！Jenny, you're very great。大家見到咧，而家咧就係頒獎典禮啦。咁啊，會頒獎俾幻夢日上嘅馬主啦 ，John Mondy 啦，咁同埋咧練馬師啦，包二定啦。咁一陣間咧，亦都會頒獎俾簡國能嘅。咁簡國能咧就係愛爾蘭嘅冠軍騎師嚟㗎啦。咁所以咧，今屆咧英國馬又贏咗呢個英皇錦標啦。咁啊，雖然咧好多嘅日本嘅朋友咧喺現場咧都有少少失望啦。咁但係咧，佢哋話咧嚟緊咧都會繼續派日本馬咧嚟皇家雅士谷咧再跑呢啲大賽嘅喎。咁啊，睇下日本馬究竟嚟到英國或者9月咧，佢哋就會去跑凱旋門大賽啦。咁啊，睇下佢哋會唔會有更加好嘅成績啦。另外咧，格倫島咧其實咧今次咧雖然跑第二啦，但係佢個狀態啦，同埋佢跑出嚟嘅速度咧，都比上次咧喺葉森馬場咧，即係葉森打比大賽日嗰場馬咧，就好多啦。因為嗰日咧就落大雨啦。嗱，今日咧大家都見到啦，皇家雅士谷馬場咧就好陽光啦，同埋個跑道就跑快地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兩匹英國馬咧都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嚟緊呢。呢個格倫島咧都會參加咧更加多嘅一級賽嘅，我哋會帶俾大家去睇啊！嗱，今日咧喺皇家雅士谷馬場咧，大家都好開心啦，玩得咁嗱。跑完馬之後咧，其實喺英國嘅賽馬場咧就會有其他嘅表演活動嘅。嗱，今日咧我就帶一隻歌俾大家。嗱，呢隻歌咧就係馬場之歌，但係咧歌詞咧由我自己咧就填過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隻歌咯。人最喜歡揾馬到，難得今天有好路數，叫喚聲咧真係嘈。馬場要做到，我兒馬又正放頭就好，如要落注必須在場，一定知道邊匹係最好。倒煙披紅下雲數。一推即放頭，只要推多一把啷佢就到。
要推到眼前，下一場仲要贏多注。我話過要平馬3圈睇到就夠，我場場落注先會自豪，我貼馬就隻好，要跟 Tommy 入場才有運到，更開心玩多啲有運到，一齊入場啦！嗱，英國嘅賽馬文化咧，同香港最大嘅分別就係咧，所有嘅賽事完結之後咧，我哋啲馬迷咧就唔會即刻離開馬場嘅。嗱，大家而家見到咧，喺8場賽事完結之後咧，喺馬場裏邊咧就竟然係仲有一個演唱會啦。咁好多馬迷咧，而家咧就落咗去演唱會嘅場地嗰度咧，一路咧喺度跳舞㗎。好啊！嗱，大家應該見到咧，英國嘅賽馬文化同香港有咩分別啦？嗱，呢度咧啲馬迷咧完咗賽事之後咧就唔會即刻走噶。大家見到啦，大家而家喺度跳舞啦、唱歌啦，大家好 enjoy 噶。咁嗱，下次咧我哋去其他馬場嘅時候咧，我哋再俾大家睇下究竟其他馬場同皇家亞士谷有咩分別啦。多謝大家今日收睇，多謝。